哎，你这服务生怎么回事？你走路你看着点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没关系，走了。你小子是不是偷拍我们呢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啊，那麻烦你过来跟你聊两句。欧阳先生，我的生意就是靠着钱在运转。我们这些人啊，手里的钱都沾着肮脏的东西。洗干净再用，比较好些。楚大师，为你高兴啊！你现在的身价已经超过800万了。欧阳先生，这是真不是我的本意。这幅画它不是我，这是好事情。你的身价越高，我把那东西洗干净的速度就会越快。Congratulations。你挺皮呀！各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粗。我就是个酒店打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你刚才拿着手机在我们周围在那转，拍什么呢？手机呢？拿出来，快点！哎，那个大哥，我手机不能给你，我拿手上给你看行吗？我今天还能拍到爆炸新闻哦！服务生帅哥面对黑社会刁难，临危不乱，以一敌四。都在这儿了。随机删除里呢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拍。老大，这个，这又抓到一个，怎么回事？他拿手机在那边拍咱呢。拿来，还了，拿，还。小偷。不是，大哥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个，你看你们那么多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女孩，有点不太好。给我后边拉去！姑娘，你看，你偷拍了我们，侵犯了我们隐私权，让你把这个删掉，不过分吧？删吧。走吧，走啊！你干嘛去啊？不是我，不是证明了我跟他一样的吗？我没拍。让你走了吗？哥，哥，查着什么了？倒没啥，
这丫头手机里搜干净了。一场误会，别介意啊。走。啊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，随便替人出头，可容易引火烧身。分队，黄鼠狼现身了，突然转向大堂门口方向，请求指示。冯队，请求指示。哦，怎么办？撤！黄鼠狼有所察觉，不能让他跑了，行动！你干啥呢？这坏人啊，他们！走，赶紧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放开我！站住！我说丽丽啊，这么多颜色堆一块就值这么多钱啊！一会儿花来了，我得好好看看。850万呢，我的个天哪！买家已经付款，把画送到 VIP3。好，明白。丽丽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今天是不是拍砸了呀？我听旁边人可说了，这叫什么不作就不会死。850万呢！你说你拍那么高干嘛呀？哎呀，赵老板，我之前帮您拍了那么多书画，有哪一幅是亏了的呢？那都是我的钱呐！那现在这钱不值钱是怎么着？哎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个价位一定让您亏不了的。哎，但愿吧。
抓到！喂，小飞，把装话的话筒送到 VIP 室来。好。这就对了，自家的话得拿自家东西装。您就耐心等着吧。来，850万呢。哎，我这850万花的，怎么还让我等啊？应该来了。怎么这么慢啊？赵老板都等急了。实在抱歉，拉你久等了。好，快进来。哎呦喂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丽丽啊，快打开，快打开！这就是那800多万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些颜料堆在这张纸上，花这么多钱呢，值吗？赵老板，这幅画是雪山画派的代表之作，通过这次竞拍，已经有很多买家感兴趣了。无论价格涨到多少，我都能保证您能赚钱。能赚多少？您放心，最少2成。2成？啊，好。赵总，时间不早了，不如把画赶紧送回公司，您再慢慢看吧。别介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跟我合个影啊！哎，那谁，你来，给我们照张相。哎，轻点，转个个啊！哎，近点。好嘞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！赵总好，东西给您送到了。哎呀，小飞啊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快收起来吧。陶总，有一些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好，请。话筒给我吧。别动！什么人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。抓起来！警察长。啊？所长。又是你，刘总，你的人。谁让你来的？你不是负责1楼外面的巡逻吗？不是，我看到他往上面跑了，我当然要追了。
你又胡闹！他是我们派出所的，平时工作啊，热气总是这么高。啊，还有今天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啊，那倒没有。看来刘所啊，又培养了一个不错的接班人呢。你小子跟着刘所干，有福气啊！谢谢。带走。小天儿啊，小天儿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了呗，明天直接给我嘉奖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小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外表气质，你要不要跟我走 CP 做直播啊？哎，现在直播 CP 超火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超有前途的。觉得哎，你别走啊，你看一下，我觉得哎。